究竟咩人先適合食海參呢？等我諗諗先。我問下豆包，豆包，乜嘢人適合食海參呢？好，我大聲清楚用廣東話再講一次。邊啲人最適合食海參？一、成日攰冇精神、中氣不足嘅人最啱補。二、產後、術後大病好返，修復身體一流。三、中老年想增強抵抗力，溫和進補。四、捱夜多、用腦多、壓力大，滋陰補精神。五、想補但怕燥、怕肥，海參唔燥又低脂，邊啲人要小心？感冒發燒、發炎時唔好食，尿酸高、痛風少食或唔食，海鮮過敏一定唔好食。簡單講，虛累要補身體嘅人食海參最正。我明白啦。